称江山定情，为拜君恩，红泪失情。崇祯教日后期苦人，人也受记，因为爱情。4个人4起，上片台词白茶让其一来看白富美拿单山穷后记。白娘娘用利剑之计，前头几日天王永昌分发后，今朝一只昆来虫把小姑娘面门浪向，而且急忙地为个柜子里忙么子。等到许先从专机上出来，现在辰光讲起来要5点半吧，吃夜饭。许先也难为情，脑子在灯笼放了背心后头，望正神啊，大声道。不晓得大圣堂老板王永昌这个干净货，今朝随便那哈禀赋了。想想许仙啊，我王永昌分贷款呢，我拿西江药材公馆里向拔出来，我还担风险，我是担保人。为此，多家族小亲戚半家带赎罪，我个城内程度已经好。昨日到店里吃中饭，摊杯一些些。我打来讲，今朝早点来当我做账事。好了，搿小出来到现在吃夜饭辰光还分出现。坐对边浪向个阿西，哎，阿西呀，有话，想我有话要气啥子？有话，你非死呀！啥天？你真的要死吗？再爱他2个我了死么着？现出来你啥个事体冲我埋头？不是呀！你现在辰光是农家侬阿西，侬也打把人家店里活3年、帮3年，也帮做6年。你再爱2个下头死，侬前恰6年满死呀！那个小猪打良心好了啦哈！你老追我有话死，我不死，侬也不是叫你死，你自家老讲死。我老搭你说个许相公的人一点点唔不良心，有话代理说好，昨日大该打吃中饭，今朝好的要吃夜饭，还分看见你打进来。哦，那个人还是干净后实在样。你哪晓得许相公分嘞？昨天当里天不亮，来在老外头地堂里向，毛毛里里忠心耿耿，搭来做生意，分来得及到账房间里来见你。哎，王永昌想搿点当我分享的。昨天到老子过今朝，一个老在老外头地堂里搭4个先生做生意，分到账房间里见我。搿么呢？我空了，我来去看看老子，看看办法的。专定年头大致阿西从账房间往外头来，刚吃追到青龙牌杯，还分出去。温国区追4个先生声音来，温生，郭先生，哎，享福了。那，你俺看见？哎，该枪头面写出来许仙呀。对个哇，一日比一日来得爱。那是还在，现在是但现在辰光还分来，还是嘞？哎，享福了。就是哇，头面写出来，你想，一日比一日来得爱。就是呀。昨日打吃中饭摊杯一些些，哎，今朝比吃夜饭摊杯一些些。那但现在辰光还分来了呢？你还晓得为点啥？搿为点啥呢？我不才清爽。哎，王永昌那看看里一盘地一盘行。我讲说那天年纪轻辰光，还不叫你来呀？哪来？王永昌辣杭州摊过饭，做过比赛。啊，阿是你摊过饭噶？哎哟，搿个屋头辣杭州是中国发展。哎，价子店大。哎，本来开药材店、3店、铜店、别堂子、都铜店，那么赚钱光，落魄出去摊饭。
年纪轻轻高路上摊飞，哦，把许仙个爷神三公看见，许仙个爷露头菩萨一看，哎哟，你到阿哥，打李亚哈朋友，看着你到阿哥面上，遂努力打子一打，把你同地人只是拿杭州飞登在，实在太吹，拿到苏州去重新发作。哦，所以这个朋友还算新苏州人。这样子。哎，但你苏州来那不容易。哎，总收脖子一般地一般行。哦。但是许仙个爷是那个救命恩人。对个哇。蓝公，蓝公死脱，现在许仙是三公来，也是办法的。而是王永昌管贷款三公的。所以许仙一日比一日来得晚。王永昌个儿子屁才不够放一个。哦，女婿了，有什么桩事体了？那比赛呀！比赛出身。王永昌前脚追得青龙宝贝，一听4个先生，你都还是俺讲闲话，你都对我有意见可以讲，你都是来戳我眉头。我啥辰光来杭州摊过饭，做过比赛。我到底现在苏州城里向名望普普，一般店一般行大老板。我现在打出去回想，床上什么？这还挂个小出了许仙，所以王永昌一股勇气，哗啦，一股身体回到张王间，取得落子成功的。许仙呢哈嘞，你带来者，你自家觉着难为情，现在搭在殿堂里向一看嘛。搿个世界里搭侪了海呀！四位先生，你们吃伐4个先生想不了当礼服来，要吃夜饭辰光当然礼得来的。谢谢啊。怎样？你来上班子？是的。哪个功夫哈？哦哟。昨日大概咱们吃中饭摊杯一些些。吃够。今朝么比吃夜饭摊杯一些些。你自家头也向你，我在向你致敬。搿种闲话一点啊，大家都唔讲对个，所以忙着迷信也进来。但张王搿一看嘛，也说实话了，今朝搿只面孔面色两样子，心里想到底有点吓个，追上来嘛，苏大神，小事来了。王永昌前吃戳着个眉头，气鼓鼓辰光，看见你打进来。你来了？是啊。呵，你来得哈这？像我来时的了。来时了，来时了。我昨日搭你哪讲？关在你这地做两句暂时把你都看看，你得哈。昨日还是吃中饭摊杯一些些，今朝比吃夜饭摊杯一些些。这为我家中所无受身，我实是最不开呀。我话龙福东到屋里向头名事体实啊多啊，祝福我个。你也晓得我也把你气杀子。这位家兄，须有风家里一人爆出绿地中，想那为人不能把根本放你是从两起一番把地府送四送早出外归四位先生说兄，我是三生恩情少年勇。
我答你讲，一个人做事体要凭良心。你非大知所追，该知的本事，有知的名气骨头轻。你想想，当初你哪当我大圣堂来？你非对了清楚该，放弃逃废，恶事。哈，许仙还听见个句闲话噶，对俺说忙忙，你随便哪讲我才可以，你哪可嫌我东厂部呢？的确，可是辰光我带手追来，是太妃做比赛，你收留我的。你现在再讲出来嘛，这个老侮辱我的，免得随便哪留不来着。得狂而吃，哎，叔父大圣，你不应大水自强话的，哈哒哒哒哒哒，忙声啊的奔出去。哎喂，老主顾啊，我阿叔风讲错啊，我是老板，乃是伙计，低于低贵，一日比一日来得晚，我讲脱两声蛮正常。所以王永昌挨脱，讲啥我分讲错，不晓得边浪向个阿西说出来，有话，你少介绍分讲错啊，少听啊，还是我有话讲错子啊？哼，分错。那真是为对郎太早母出来，什么了出子弟了，出的出给出里下么出人出节，要西夸是俺的出。那么少介绍对了庆祝给放吃太为日啊？还是刚才有话讲该句闲话噶？不是你讲么哪只规矩里得出来？是那个出来呀。那么有话刚才讲该句闲话，还是一个不小心说出来，你等了边浪向傻体听见发出来阻止，哦，你也说得出来，你三姑娘擦皮上擦出来，侬都还来不及，像那个出来呀，刚刚是一个中青的耶，哎呦，阿西呀，我觉着。看上去有话一个爆发在把我不小心一句闲话要得罪吧。有话，侬晓得个你讲么讲子阿拉阿拉，你要想侬许相公爆发在留下来，你都说脱，搿种叫人才，外头幸福着。你当侬商量，侬满头皮才是几差，把你许相公留下来。哦。你打讲看，那么有话你听下，侬晓得个许相公现在肯定分醉，辣辣外头殿堂里向刺痛哭，伤心了发吊劲。搿殿堂我还清爽。那么你觉得摆在外头殿堂里，才对许相公当面赔罪？我带你去赔罪。哎，你说许相公，小人不做大人之过啊，不该。大人不做小人之过，哦，你拿林福清这么理想了，你都要。对是啊对，那么你打许相公讲，说许相公讲起两句闲话嘛，我干活实在要，你非要当里装事体，你譬如帽子欧举房子生了娘娘，小狗吃不死，像那个出来呀，刚刚闲话就要弄到下山了。哎呀！王永昌想，我有一句闲话要听阿西，当面赔罪是道理。刚才得罪许仙，现在上去讲两句闲话，拍拍你马屁，搿小奴心肠厚，马上会得留下来。注定前头大子阿西，张王给一然到青龙宝贝，介绍分出去，外头四个先生声音也传过来。温莎，郭先生，哎，俺看见头面写出来许仙，辣盖灯上刺痛哭，少天伤心难过的嘞。哎哟，眼里白天烫的。哎哟，哭得人啊！三个老板王永昌死脱了这个。喂，你个说人家眉头呢？你还晓得为点啥？为啥嘞？你那财不清爽。搿我唔把你拎得清呀。我刚才去插上水，路过张房间，就少听见老板打许仙两高头汪啷唱响。啥体家？为子许仙一日比一日来得晚。对个老板是一光胡子。王永昌面子上落不落？因为有你私高头夹讲。对个。
那么差不过小东高。哎，这个小五公呢不得在，就是喂，不晓得官后一样么里并不了，去拿子在门首上对虚线刀发在屁股上，啪，好一记。哦，不晓得个小五公办法在，哎那，好子里一记么写出来发吊劲，哦好好，眼里不提他他的。哦，这个了了夸赞，别个来看哈，嗯，你相信我一句闲话，王永昌个儿子马上会得像这老虎居这样爬出来，咦，为的啥呢？还是你不晓得？哎，王永昌儿子个脾气我没推，嗯，叫开里一记，路里一路，哎哎，刚巧得罪虚线，现在会得像这老虎居这样爬出来，哦上对虚线当面背谁？你讲的一点不错理啊，做不得出个。老虎居哎，马呀！上就要背出来噻。哦，王永昌青龙马背一口血线叫砰喷出来，一西瓜把你都在猜得上。晓得我也出去背噻，我本来想出去，现在还出去，出去不像人了，比老比赛老无惧。想想许仙乃是有本事，小辈英勇我服退，但是那个脾气我吃不消。我实干下去，我的命也把你弄脱。我心口非那个爆发的，所以王永昌你还要发个研究，不晓得你不好发个研究，你实干一来一个爆发的随之气脱。你围住张望的低档里向。许仙神就了了，刺痛哭。四个先生听见子耳朵哇发胀，对个写出来忙忙发烧个吊劲，哭得这样伤心。孩子，哎呀，哎，到你讲孩子俺听见。做什么？我哭我的，与你们有什么相干？但你是不大讲，一个人做事体要凭良心，低于低贵。儿子。你总归老板，你总归伙计。虽然你都说在那里，你做生意总归有时间关系。你还不说你大概打吃中饭太白些些，今朝比吃夜饭太白些些，那么明早你还非要来着了？是狗们，你还不是样人子我真正啊！你们不也是一次讲话？啥的啊？我杀你们随时了。非要，你非要来吓你？那是你老板专门用铁子。从杭州请得来个爆发在大山上，不像你自家的，你自家的当无所谓，你叫饭日，啥叫啥饭日叫哈？你等了该打吃点饭了是。哦哟！你辛苦脑子皮头铺该自家混蛋。哎，我杀你们随时了，手嘛哒。别，哎，郭先生，哎呦，写出来发根筋白特整个嘴，哎。在哈里追？娘的追么子喂？你自家头也还跳？哎，四个先生作业，你许仙到大圣堂，你到搿片苦浪头，还有啥你追他，你都也好跳起来。哎，生活过得滋润，你都蛮无心。许仙心里想难过，想想阿叔王永昌，你10多把年纪。10多的阅历，你哪对我许仙讲搿种闲话？啥叫啥对了青竹竿，放恰他回事。因为我搿些辰光，我是太会上南大门，人侪有尊严。我把你这样出卖的，一大路进昌门，雨水周围，大大转至上龙堂里向，水里向灯笼点好，因为辰光复杂。最大门口旁门才不起的，心里想实在窝实难过，睡了这一大来，开门来呀！哦哟，谢青青来在等海了孩子呀，儿子今在娘娘到底打海才好个。谢青青啊，你等退休去啊，你这个相公走来反而发脾气光后，你正在非打的一般见识，你也爱一爱个。现在听我有啥子讲，相公走来这位，乒铃乓啷把门喂，过来门一开。相公，你真回来了！想正月里你回来的好早啊！什么子啊？啊，神啊，也比我来得爱，那个小猪的也比我围出来得早。
本来随了后头了，那是气浪高气。哼，想身为他们也比我来得晚，你们省内也比我来得早。命我许仙对在哪里呀？我在灯笼房子里向他啪一多的。哦哟，这天也好得了呀！哦哟，从来分看见些个不？相公发上阿头个脾气，啥天家哈？灯笼啊都脱走了。眼睛过来，里向拉早头卡卡烟。啥天嘛莫去给烂房子。你现在自个不去管理，万一等退些，咣咣咣咣一盆火，全部火上烧脱个呀！那是不比把茶船在，比火柴厉害呀！现在卡人们心里向定心。啊，相公，像你许的是次，娘娘谁的脸上等来许你呀？猜才不猜，许仙不认真真上楼。怎么楼浪向娘娘的喊？一听家不声音晓得个，小官人走来着。老规矩，但夫妻可以追追。啊，官人，你真回来了！平常日家大圣堂一日天生意做下来蛮吃力，只觉着心中疲劳。家主门口头一站，现在讲起来叫精神疗法，马上轻松。今朝看见家主房门口一站，一比饭多少个花头，叫啥石上头的发根及面孔一摆，司机夫妻后用客他与我滚开！哦哟，我家主把娘娘一抬自家忙正床浪向一玩，那是发脾气，一只香啊啪东不过，一只香啊啪西不过，登了床浪飞来滚去。边浪向娘娘看得一闪出来这样，哎呀，三个人在石头山头边去哇哈！你看那蹲在这个床浪向闪来滚去，三个人往桌里边走啊！李什么的，现在到店里向去了，肯定当到说王永昌两高头趴子起来着，吃那个气了海。但是家长一点点才不晓得，娘娘人眼睛上来，这个我来求求你。啊，官人，想你吃了好事了。那么难道高三讲我随着阿叔气了咯？气昏脱。我有什么？我也不少了，哭得个种腔的哈。官人啦。莫非是青孩一女来顶上，为妻是与家发你，莫非青儿顶上了官人？天地良心，小青待我许仙是再哈不飞天可别，应当小小里，不哈让那家主十里话话，乃去龙灯三五八里吃吃，我还不做心。不是的，莫非是老家因为来麻烦，为怕你开在夫妻之心，将他撇步比，难道是为妻麻烦了官人？才是那家主不？
吃喝药饭么，再点困觉，我要做战士的。日日夜里向，不是我度，谁是杂技？弄得人家半夜么，我哪再老爬得起？那么呢，挂高之路，你得不管。我发好不要紧，高之路还发好，高之路发好，你要当我想宣誓离婚的，亦不是的。莫非是谁怜把人的情？过去这4个先生讲个闲话对里对气，昨日他们吃中饭太白一些些，今朝去么讲我吃夜饭太白一些些，还要讲我没办法在里头水高头么叫饭时，吃点饭了时，搿种闲话侪老戳我眉头。别个我是不还怪人讲，我是气得爱，亦不是的，这不是泪，那不是为嘛孤身对侬？哎，孤身究竟吃了后事了。其实虚心，蹲辣床浪向辣伤心辣哭，家住辣门，连自家还辣动脑筋。为的啥？想来想去，把你想出来。我不还怪人家，不还怪阿说王永昌温过去在世界里，更不还怪那高兴。我只能怪自家的命太苦。倘若我辣杭州爷娘为我辣浪，你也开85堂药材店，我是药材店里向先开。我用不着在别人家店里向帮货，看别人家眼色。娘子，妻不归，非不归。这怪被人自己的命太可怜。怎样？娘子啦，我是8日生来，抵达的我今朝谁了他人情？说如我的娘，为人心，我已是么大娃娃想开几人立下中飞机，我家叔父他说出这种飞离。你家叔父大人他家里些什么？娘子，他说道对了亲族给，放出他为是。哦哟，娘子，是说被人自己遇了人了，我虽可以事后开闸。叫娘娘走你的，我谁得等那个句闲话？
官神，那么既如此，我们随时候开战。弄不懂，啥体家主奶奶总归怕的比我狠。我家一时对让欺我，上得大里地里水去，我再还遇动的自家开的，家主才对我妈了，也开的你谁开的？家主啊，也在的呀，那边弄出不是大饼的，弄的米粉弄的只有红红大饼，也在的啥个资本啥个本的。只分领养过手下人生东中午差八毛年，我得了给他的1年40两，来了杭州1年12两，我哪开得起压在的？我就刚刚，娘子啊，方才只是被人一时说气话罢了。啊？是说要开店的话儿，被人是没有人量的。哎呀，太小闺女妈妈你放心么子呀？你明白吗？我有了呀，我明白么喏，刚知我阿哥很紧，你有了呀。搿刚知我承受飞下来个铜钿银子，发发闪闪，你带了孩子也不怕用上个，你用光子么？我还再去门里讲个呀。啊，官神，娘子，你对妻放心，啥？想为妻妹留有家财的。我还晓得那家主中正千金小姐。大人家有点死亡动的，搿点死亡动的嘛，当然用用康康，是啊，但辰光农家他们还怕用着，但是要开药材店，搿个范围最大的，资金实在大不够，哪个开药材店带风险？我等了把人家店里向做，后期办法的，1年40两，实际比较稳重些。娘子，是说开店的话儿。虚实银两不够的。呀，官神，啊，而今我叫你1万2分银嘛，你可够了？娘子有多少？1万两，啊，够了。1万两，真是。许仙听见眼睛瞪呀呀，1万两，搿些辰光啥个概念？非是开办药材店，包到现在可以开药材连锁店。哎呀呀，家主啊！我当然有点私房农地，乃今朝私房农地给1万两，娘子啊，此话当真？不记得骗你了，还话当真？既然乃有1万两开药材店，可是包到现在讲，搿爿店装潢好。但辰光市口寻得好的装潢考究的王永昌阿说那么难出卖的，既然如此，娘子，我们随司机开战。好哇，娘娘心里想开心啊，那么呢也是好开战子。哎呀，妹妹姐，啥子么我晓得个，小看人的脾气，你个良心我不过呀。你看啊。饭一门在你到店里向去，你到个阿叔王永昌来做得出啥个？当子里个面搭里赔礼道歉，那是小姑娘良心有我。搿李飞也不开只家，不相信啊！现在辰光来试试看呢。啊，官神，娘子，那么我来问你，怎样？倘若你明日带得你家叔父大人殿中，你家叔父大人与你当面拜会，你必怎样？我谁不要开店？阿然，那帮我猜着个不？俺那谁不开店子啊？我有个是不来讲，那么呢？今朝了，但也不点阿里不了离开。说娘娘难得个面孔一白，哎，官神，娘子，这是此开来，你这个人还莫与之吹呀！哦哟，搿句闲话分量重。乃男人不知气，男人还不知气。现在家主当我讲清爽1万两银子私房农地，我许先开店。倘若我不去回头，阿说王永昌，我不是男人。那么今朝我的男人怕的，既然如此，娘子代其放心，本人明日一定去伺候开战。那就对了。那是许仙不得了。
你万万分享着高些1万两银子死亡路边，吃药呗。小青青体肥体菜，所以吃药饭本来许先吃2碗，今朝不对，心情好。一个人的心情搭个食量是有连带关系。今朝倘若心情好，那本来吃1碗还添半碗；今朝心情不好，本来吃2碗，减脱1碗。许先今朝考清便大户，小青青刚吃甚好，已见的身官三肉。清便大户啊，刚吃小青青打理甚好，见的身官三肉，你欢喜吃，一大路吃一大路，拉拉狗。阿叔啊，你非看不起我？哎，对了，青竹竿，房吃太饭时，你拉出我眉头叫我东厂部，明朝把那件颜色，听。小青青又然成一话，阿叔啊，你还晓得你家几户银子该几户？1万两，吓死你！哗啦啦啦，听，又是成一话。我该自家的本事，家几户自家以为，我等到继承爷的事业，这种把武堂开出来，那王永昌大声道，马上关店，你还要试试看，听。把那白娘娘抢下来，小姑娘啊，你别天着，你清便大户地不户着，你自家别掺和脱了。所以许仙实在靠，吃喝弄喝，马上混家不来塞。那么今朝小夫妻两家的对对实实，一小一个实地来着，介绍许仙奇怪，到王永昌店里向去做生意，叫吃中饭摊杯一些些。吃夜饭摊杯一些些，今朝要去回头阿说王永昌生意，啥个辰光？包括现在讲起来凌晨从5点钟，天刚却蒙蒙亮。小青青搭相公，烧好5只水铺鸡蛋，2块方糕，肚皮吃饱，行头安过了海青，活得不听。最指上高是高小小青，望真之神啊大声道：“那么呢，把那阿说王永昌颜色看。”所以许仙趾高气昂，要到王永昌店里向伺候，无为继说。